我那个好朋友唐明，你还记得吗？记得啊，就你那个兄弟嘛，上次还一块喝酒，怎么了？前2天，丽江因为暴雨，引发了泥石流。他的女朋友在这场灾难中过世了。那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如果她还活着，她一定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珠宝设计师。所以你是为这个事情伤心，还是因为这个事情联想到你自己？我不知道。如果唐明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话，我一定狠狠地揍他一顿。就因为他的优柔寡断，才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你知道吗？我也很想狠狠揍你一顿。我记得我跟你说过啊，这个灾难跟明天，你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临。你要珍惜身边的人啊。我一个，唐明一个，2个活生生的例子放在你眼前，你在犹豫什么呢？啊？你该不会是舍不得艾美啊，还是舍不得董事长这个位子？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你等什么？没错，我依然爱着苏芒。如果我和他中间的距离是100步的话，我只需要他走完这开始的第1步，剩下的99步由我来完成。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连这第1步的机会都不给我。他都已经回去这么久了，搞不好他想通了呢，回心转意了呢。哎呀，回头再跟你慢慢解释。苏芒怎么会和你在一起？我有事，我先撤了。记得我说的话啊！苏芒人呢？哈，你真是的，都不关心你姑姑我还能活几天呢，你只关心她，人家健健康康的，不需要你担心。不是姑姑，他怎么会和你在一块儿啊？她来医院做产检，我们刚好碰上，她就陪我几天。那他现在人呢？已经走了。姑姑，是不是您说了什么话刺激到他了？她是一个孕妇，您别跟她一般见识不行吗？我有那么刻薄吗？你自己还好意思说？人家刚刚跑到英国来，你就立刻跟前女友凑一块儿去了。如果换做我是他，我都不会原谅你。姑姑，这事儿我是能解释的。你不用解释了，我都没有办法可以找到他。姑姑，我想……你想怎么样都无所谓，你自己解释吧，我管不了这么多了。你自己想想该怎么办，千万别后悔啊！拜拜。Belinda。
等一下，我知道你现在最不想看见的人就是我。我也知道你们所有人都希望死的人是我，不是小秋。没有人希望你死，珊珊。谁都不该死。你知道吗？小秋出事的那天晚上，我也割腕了。要不是郑楚及时赶到，我就和他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了。唐明，你明明不爱我，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给我希望？你为什么不能彻底的、痛快的伤我一次？还让郑楚来看我。害死小秋的不是倪石流，不是任何人，是你。我恨你，你不能爱我，还害死了我姐。她可是我亲姐。你说的没错，我同时伤害了你们两个，我愿意用我的一生去赎罪。我相信他还在，一直在我身边。我能看到的，他也能看到；我能感受到的，他也能感受到。你去哪儿？去他想去的地方。唐明，我爱你，从来不曾后悔过。但早知道今天这样的结局，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会选择姐姐，而不是你。姐，我错了，你回来吧，我求求你了，我真的错了。珊珊，爸，我知道错了，你们别骗我了，行吗？
让姐姐回来吧。只要她回来，我什么都不跟她抢了，我全都让给她。我会好好陪在你们身边，做个好女儿、好妹妹，再也不胡闹了，行吗？珊珊，小秋，他是不会埋怨你的，只要你回来就好啊，孩子。爸，你老了。爸爸就是再老，要陪着你啊！别哭了。好了，孩子，不哭了。别这么说，孩子。不说。不过我是托尼。哎，苦瓜。呀，怎么了你？跟苏畅吵架了，眼睛红的跟兔子似的。有事说事儿。你之前不是代言一个珠宝公司吗？他们要出新品了，正好让你过去给人。哎，不是，我跟人家说好了，时间地点都已经定好了。那珠宝公司把定钱已经给我打过来，你不能随便放人家鸽子的。哎，你说那个珠宝公司是严小秋以前待过那个公司吗？杨小秋是谁啊？我闺蜜，你见过的。啊，哦，我想起来了，对，她是他们公司的。他们公司还有一个主设计师叫陆瑶。2个小时以后起我。不是，我没跟你说完呢，戏我还。哎，果果，我没跟你说完呢。哎，时间啊，地点，你穿什么衣服，带什么珠宝，我还没跟你说呢。啊，我再跟你沟通一下，还得把那个通告稿告诉你。大白天鬼哭狼嚎的干嘛呀？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没事别总往我们家来。他现在是有夫之妇，有夫之妇，我还是他经纪人。我是他男人。你没听他说呀？开车出去兜风去，2个小时以后再回来。哎，不是果果，哎，果果，哎，你们2个一起合伙欺负我是不是？哎，人生就像斗地主一样的啊，之前还一农民呢，现在变地主了。哎，真是的。我再跟拉世海说声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们人类破坏了它的美丽和宁静。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像爱自己爱人一样，去爱这片大自然，去爱拉世海。
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么多媒体朋友们来到艾迪尔珠宝的发布会。在我发言之前，我想让在座的各位朋友知道，我今天站在这里的目的，是要为一个已故的朋友代言。这家珠宝公司最好的设计师不是陆遥，而是一个叫严小秋的人。也许大家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因为在他生前仅仅是设计师陆遥的一个小助理，而陆遥的大部分作品，其实真正的设计师都是严小秋。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一款项链，是全国珠宝设计大赛的1等奖。不久之后，它就会正式上市。今天我所代言的就是这一款项链，它的名字叫做一见倾心。这么好的一件作品，而它的主设计师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因为在不久前，他在丽江因为救人而遇难了。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媒体帮帮我，运用你们的平台，无论是网络、电视、杂志还是报纸，什么都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曾经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设计师，他的名字叫做严小秋。这也许就是他唯一一件正式面世的作品了。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他，记住他的作品。谢谢大家。谢谢你，我来说两句。就之前总设计师掌握署名权这个制度，我们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公司将会为有才华的新人提供更多的机会。主设计师陆遥已经引咎辞职。为了纪念严小秋设计师，公司将拿出一部分资金，用来培养热爱珠宝设计的年轻人。等我死了以后，我就让我心爱的人把我的骨灰撒在那片雪山上。秋秋，你放手！我不会放手的。如果你要放手的话，我就一直跟你待在这儿。小秋，现在你彻底自由了，你想做的事，我都会替你完成。你没有看过的风景，我会替你走过。郑总，飞巴黎的机票给您订在明天一早。
这是和您一同去看秀的人员名单，您看看有什么问题？放这儿吧，我一会儿看。好。我走了，也许你再也不会看到这些话。我只是想找个地方说出来。你的情书我收到了，你的爱我也收到了。我会记得有个人曾经真心爱过我，我需要留下这份爱意，而你已经不需要回复了。帮我把去巴黎的机票取消，我有别的安排。楚楚，今天很特别呀，接一个送一个。你干什么？哥，你没事吧？我这一拳是替小秋打的。没事的，我该打。他现在已经这样了，你还舍得下手？
我回来啦。你怎么了？是陈家明又来找你了？那你是怎么了？你是想正处了？这手镯是他送的吗？是我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叫小秋，是非常好的设计师。这个手镯是他设计的。他就像我的垃圾桶一样，我有什么事儿都会跟他说。别那么伤心，怎么了？他怎么就死？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死，你知道吗？我还答应他要去丽江陪他，你别这样伤心，对宝宝不好。你想哭你就哭出来嘛，哭出来就没事了啊。你说，一个人怎么就这么就没了呢？之前还好好的，不知什么时候你就看不到他，以后也看不到。我这两天老想起他，他一直跟我说，让我好好跟郑楚在一起，说孩子不能没有爸爸。所以你更加应该振作起来。小秋说的对，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可是他就不在。我觉得你真的不应该放弃真楚，真的，好好想一想，别难过了。我恐高，你恐高你还上来？我就是想克服恐惧嘛，就像戒掉郑楚一样。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it and dial later.
嗯。姑姑，把我吓死了！我想死你了。你想我又不听我的话，叫你来你不来，不要你来你又来。你确定你想的是我？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呢？你知道苏芒在哪儿吗？啊！就说你没心没肺的，我不知道。好姑姑，你不知道谁知道啊？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这次来英国是铁了心要找到苏芒的。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只是在医院碰到他而已。你以为我是神仙呐？谁都能找到？好，不帮忙就算了，我上大街上找去。喂，大晚上的你去哪儿找他？你现在啊，只关心那个女人吗？现在连姑姑都不用管了。你也是女人啊？我是例外。那年轻的时候你也恋爱过，那个时候你错过了我姑父，你也希望我像你一样吗？你别跟我说这些。总之，我跟你不一样。爱情面前人人平等。那如果他这个时候出现，要带你走，你愿意放弃一切跟他走吗？我不知道。那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啊。我明天就要做手术了，等我做完手术慢慢再说。你先出去吧。好了，我就在医院里，有事随时叫我。你到底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这么久都找不到你？你是不是还不肯原谅我？艾伦，我给你订的今天的机票回国，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你来这儿干嘛？你先去吧，我马上就到。艾伦，相信我 ，OK？ 艾伦，小楚，我好怕。小楚，我好怕啊！别怕，我在外边等你。小楚，我好怕，我真的好怕。小楚，我好像快窒息了，我好怕。Melinda, calm down. Your heart is beating too fast. It's not good for the surgery. 如果我现在进去，万一出不来了怎么办呢？那我就冲进去救你。小楚，我不要做了，我不要进去做手术了，我好怕。我可不可以不要做？ You cannot miss the best opportunity for the surgery. You must think clearly. 美玲。是啊，20多年了，你一点都没变。你倒是变了，变老了，但是依然还是这么帅气。不要吓我了。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以为你早已经把我忘了。前几天有个女孩
到我的新书发表会，他说你住院了，要动手术，让我来看看你。女孩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她叫苏芒，是个漂亮的女孩。苏芒，是她。她还说，你一直要找我，想见我一面。我现在来了，有什么话要跟我说的吗？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念你。我知道我们两个不会有结果。如果不是我当时只想着自己的事业，不肯跟你走，我就不会错失我人生中唯一的爱情。我只希望听到你一句话，你不怪我了。美玲，我怎么会怪你呢？就算是现在此时此刻，我对你的爱也没有少过半分。当初会分开，不是因为我们不够爱，是因为你有你的事业，我有我的理想。现在我们各自不是很好吗？这本书是为你写的。他人呢？走了。不会吧？好不容易找到了初恋，这么轻易就放他走了？他已经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而且还很幸福。小楚，你和苏芒都还年轻，还有尝试的机会。而且我觉得苏芒其实是个好女人。不如这样，你就趁这个机会赶快把她追回来，好不好？伦敦这么大，找他很不容易的。伦敦虽然很大，但只要你用心的话，一定可以找到她的。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你们能够重新走在一起。等我病好了之后，我想，我一定要参加你们两个的婚礼，好不好？我替他答应你。OK。
Hello. Oh, hi, finally. Your friend is so drunk. I saw your phone number from his last calls. I decided to call you to pick him up. Thank you. Sorry for keeping you waiting. It's all right. Let me help you. Thank you. Wake up. Wake up. Let's go. 老板，你在看什么？星星。星星？星星有什么好看的？我们这边每天都可以看到星星啊。我们去世的亲人会变成星星，在天上看着我们。你是不是想起小秋姐了？前2天我看他留下来的日记，他说想把客栈改名为慈悲客栈。慈悲客栈，这不是书的名字吗？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因为人生来就是受苦的，能爱，可以爱，已经是上天给的最大的慈悲。一个心怀慈悲的人，是可以在最悲痛的时候看见一处客栈，叫慈悲客栈。去到那里的客人，是可以以命换命，真真实实的回到过去，弥补当时的遗憾。这样真好。你说，世界上如果真的有慈悲客栈该多好啊！那样我就可以回到过去，替姐姐去死。不，就算真的有，我也看不到。我太坏了，害死了自己的姐姐。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你跟她很像。你知道吗？以前我特别讨厌别人说我跟她像，拿我和她比。现在，再也没有人跟我比，也再也没有人跟我吵架了。我想，这才是最残忍的惩罚吧。珊珊姐，不要太难过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下去把桌子收拾一下。去忙吧。妈妈回来啦！开饭了没有啊？我都饿了。你们怎么都不理我呀？哇，这么多菜呢！这是什么呀？爸妈，果果，我走了。这一次不告而别，希望你们能理解。之前我离开家去国外学医，一走就是好多年。而这一次，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爸，还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您病了，我说长大后要做医生，照顾好您的身体。
现在我长大了，当了医生，年也老了，我却不能守在你们身边。我不想辜负了你们的期望。如果当初我听你们的话，不那么固执，不那么优柔寡断，也许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结果。我太累了，小秋也累了，我们应该放过彼此。果果，照顾好爸妈。爸妈，我去把他追回来。果果，回来，让他去吧。我们父子较劲了这么多年，他们说的没错。我老了，老了就应该服老嘛。他要过他自己的生活，走他自己的路。他的那条路，暂时不需要我们了。走累了，自然会回来的。那我们就等他吧。起这么早啊？早餐都准备好了。陈佳明，我跟你说，你可别乱来，我有刀，你看没看见？你别激动行吗？苏毛，我想跟你谈谈。我跟你没什么好谈。是，咱们俩没什么好谈的，可是想跟你谈一下关于孩子的事情。我说过多少遍了，这个孩子不是你的。我知道。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蛋糕。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到这儿来吗？这是我们第一次遇见的地方，桌上这一切都一模一样。是，我们的婚姻是由父母决定的，但那个时候，我真的爱过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陈佳明，你什么意思？是来嘲笑我的吗？还是想告诉我当初跟你离婚是多么不明智的选择？你省省吧，不用花心思打击我了。其实你跟我在一起那段时间，除了几百万的账务，我什么都没给你。我跟我妈那样对你，你就应该把我直接扔在大街上，干嘛那么辛苦把我带回你家？你别多想，如果是换成其他朋友，我也会这么做的。苏毛，我一直认为。
苏毛，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姑娘，特别善良，所以我决定告诉你一些事情。什么事儿？在国内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英国再见。你的性格啊，遇到感情问题你就选择逃避。这次你真的错了，你不应该离开。我不懂你在说什么。知道我为什么见到郑楚的时候会感到惊讶吗？因为我见过他，准确的说，是在照片上见过他，在精子捐献库的捐献者资料。捐献者里有他。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这么聪明，难道猜不到吗？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郑楚的。你怎么知道呢？你不是很好奇，我为什么会知道你借精生子这件事吗？我有个老同学在那家医院，你去的那天他看见你了，他知道你是我老婆，于是马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就让他把捐献者的资料调了出来。这个人就是郑楚。我为什么要相信你？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呢？信不信是你的事儿吧，反正我根本就不希望你跟郑楚在一起。走了。苏毛，照顾好自己。我突然发现，你有可能以后成为一个很好的父亲。告诉我，不是有可能，是肯定。别夸你两句就骄傲啊！想做父亲得先成为父亲，连个孩子都没有，纸上谈兵。要不然，我先拿你肚子里那个练练手，给他当个现成的爸爸。我离过婚，我有个孩子，而且我的孩子的爸爸不是你。以后你孩子的父亲就叫郑楚。我要让他们知道，以后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的爸爸。你笑什么？啊？那你是我孙女了？骂人呢？是你自己说的。
我说的是以后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爸爸。啊！什么？你跟我开玩笑的吧？郑楚就是孩子的爸爸。那你有什么打算啊？不知道啊。你是谁啊？我找苏芒。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就站在原地，千万别动。你就是郑楚。你知道我？苏芒经常跟我提到你，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他人在哪儿？你知道苏芒离过婚，受过伤。他跟陈佳明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觉得陈佳明一表人才，他们两个郎才女貌。可是后来我才发现，陈佳明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你要我告诉你苏芒在哪里，你得有理由让我相信你能给到他幸福。哎，你干嘛？哎，你到底要干嘛？这就是我的理由。如果你不告诉我苏芒在哪儿，我就从这跳下去。你快点进来吧，还好我没有心脏病，不然被你吓死了。你不就想知道苏芒在哪里吗？还有一件事，你应该更加感兴趣。什么事儿？你过来，我告诉你。很开心，很意外吧？我让你自己一个人冷静一下。